一場美伊戰爭，一條霍爾木茲海峽，一個經常 Taco 嘅美國總統想喺金股匯市揾食，你必須要了解特朗普啊！要了解特朗普，你必須要了解交易的藝術 The Art of the Deal。呢本書嘅作者就係美國總統嘅特朗普啦。喺呢本書入邊，特朗普講出咗一個好殘酷嘅真相。要解決冇人識你呢一個痛點嘅關鍵，唔係做得更好，而係要諗得更加大，同埋識得包裝啊！雖然呢本書係39年前出版噶啦，但係你唔難發現喺39年之後嘅今日，佢所用嘅招數似乎都係書入邊講嗰幾招啊！書嘅第一個重點呢，就係 think big。特朗普呢就話啦 I like thinking big. If you are going to be thinking anyway, you might as well think big。 意思即係話我好中意大膽思考嘅，既然你點都要諗嘢噶啦，不如索性諗大啲啦。嗱，時間呢就去翻1979年啦，當時嘅紐約市經濟好差，治安又唔好，但係33歲嘅特朗普就用咗1500萬美金買起咗第5大道黃金地段嘅 Bombay Teller 百貨公司大樓。當時所有人都覺得佢癲咗啊！喺經濟咁差嘅時候，佢竟然想使2億美金起一棟58層高、全玻璃幕牆嘅超級豪宅 Trump Tower。佢冇選擇起一棟普普通通嘅寫字樓去收租，佢要起嘅係曼哈頓最高、最靚、最奢華嘅地標。結果係點啊？1983年 Trump Tower 開幕，短短4個月之間，263個住宅單位賣出咗9成半，最平嘅單位都要60萬美金，頂層更加喺1985年賣到1500萬美金嘅天價。單單淨係賣樓嘅收入已經高達3億美金，遠遠冚過咗2億嘅建築成本，淨賺1億啊！特朗普呢亦都喺書度話過 The final key to the way I promote is bravado. I play to people's fantasies。 即係話佢推廣嘅終極目標就係虛張聲勢，滿足到人類嘅幻想啊！ Trump Tower 點解可以賣得咁貴呢？嗱，其實特朗普好清楚㗎，佢賣嘅唔係石屎同鋼筋，佢賣緊嘅係成功人士嘅夢想。佢用咗240噸極之昂貴嘅粉紅色大理石去鋪滿成個大堂，仲整咗個60尺高嘅室內瀑布。對外宣傳呢，就係話呢度係全世界最尊貴嘅地址。佢甚至會特登留起一啲單位唔賣，製造出有錢都買唔到嘅飢餓式行銷效果啊！佢將呢種手法呢，就稱為真實嘅誇張啊！將佢精準咁擊中咗富豪渴望彰顯身份、追求極致奢華嘅心理幻想。好似香港好多做生意嘅朋友賣嘢嗰陣呢，就淨係識得講我件產品用咗啲咩物料，我個服務有幾平。但其實消費者賣嘢好多時都係賣個感覺啊！例如你賣健身課程就唔好淨係 sell 為每堂平幾多錢，或者部機有幾咁靚。你要 sell 嘅應該係3個月之後你就可以好自信咁着住件 bikini 去沙灘。喺職場都係一樣，見工或者同老細 present 嗰陣，唔好淨係列出你做過啲咩 task，要描述一個願景，你嘅加入可以幫公司解決啲乜嘢大嘅問題，帶嚟一個咩嘅美好將來，包裝一下你嘅 bravado， 令人哋對你產生期待，咁先係上策嚟嘅。但係就算你諗得再大，包裝再靚，如果冇人知，都係嘥嘅事。究竟點樣可以零成本獲得最大嘅曝光呢？又聽下 Trump 點講啦。佢就話 If you are a little different or a little outrageous, the press is going to write about you。 意思就係話你如果有少少與眾不同，又或者有少少出位，咁啲媒體呢就會報道你噶啦。阿 Trump 呢早期就識咗一位極具爭議性嘅傳奇律師阿 Ray Chan。佢教識咗呢，佢一個好重要嘅媒體策略，就係用爭議嚟換取免費曝光啊！喺1980年，特朗普要拆嗰棟樓，準備起 Trump Tower 嘅時候，大樓外面有2塊好有歷史價值嘅 Art Deco。原本呢，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呢就想保留，但係阿 Trump 為咗趕工期，就直接叫工人剝碎佢。呢件事呢係激嬲咗全紐約嘅文化界，報紙日日鬧佢。但係阿 Trump 呢就完全唔 care，因為呢場巨大嘅爭議令到 Trump Tower 呢個名日日上頭條，全美國嘅人都知道佢喺第5大道起緊一棟超級大廈，佢慳翻幾百萬美金嘅廣告費。正如我哋成日都聽到嗰句，唔怕掌聲，唔怕噓聲，最怕係鴉雀無聲啊！當你將目標定得好大，又日日面對住爭議同埋壓力，憑咩令自己堅持落去呢？特朗普就話啦 And if it can't be fun, what's the point？ 意思好簡單啦，即係話如果唔好玩，咁仲有啲咩意義呢？喺1980年嘅時候，紐約市政府打算翻新中央公園嘅 Woodman Rink 溜冰場，原本呢就預計要搞2年，使翻200萬美金咁上下啦。
點知足足搞咗6年，原因就係設計同規劃嘅錯誤，使咗成$130000都仲係一個爛地盤啊！結果去到86年嘅時候，阿 Trump 就睇唔過眼，主動寫信俾市長要求接手。佢將呢個睇似唔可能嘅任務當成一場遊戲，佢親自落場監督，揾最好嘅加拿大製冰公司。結果佢只係用咗4個月，比預期提前2個月完工，而且仲比預算慳咗77.5萬元美金。對佢嚟講，賺錢只係計分嘅方式，真正令佢興奮嘅就係解決困難同埋將不可能變成可能嘅過程啊！嗱，聽到呢度咧，就總結一下特朗普係點諗嘢嘅。第一就係大膽思考，將目標放大，跳出底層競爭。第二咧就係迎合幻想，賣願景，賣包裝。第三就係要製造爭議，用獨特嘅觀點換取免費嘅曝光啊。第四咧就係享受個過程，將困難當成係遊戲，享受闖關嘅樂趣。下一集咧，我哋就會繼續交易的藝術嘅下半部分，入邊最精彩嘅談判同埋槓桿策略，睇下當年29歲嘅 Donald Trump 究竟點樣空手入白刃，令到紐約市政府乖乖奉上史無前例嘅40年免稅計劃。上一集我哋講咗點樣將自己包裝得更加大，但當你成功坐喺談判台，真正嘅考驗先至啱啱開始啊！特朗普就喺書入邊教我哋，談判從來都唔係靠口才，而係靠槓桿同埋籌碼。佢話喺談判學入邊最重要嘅一個字 leverage，don't make deals without it。意思就係話，如果冇槓桿或者籌碼，就唔好做交易啦。時間翻到1975年，當時紐約市經濟崩潰，瀕臨破產。喺中央車站旁邊嘅海軍准將酒店虧損嚴重，殘破不堪啊！當時29歲嘅特朗普睇中呢個爛攤子，但係佢冇錢，又冇酒店管理經驗，佢憑咩去同紐約市政府講數呢？佢嘅籌碼就係紐約市政府比佢更加驚，政府驚間酒店執笠，會令到中央車站一帶變成死城。特朗普就利用政府嘅呢一種恐懼，提出一個極度大膽嘅要求，佢要紐約市俾一個史無前例嘅40年稅務減免。當時嘅州經濟發展局前主席就回憶，特朗普甚至威脅佢：如果你唔俾我稅務減免，我就搞到你俾人炒。結果市長真係批咗，而呢一個決定令到紐約市喺接下來嘅40年損失咗高達4.1億美金嘅稅收，而特朗普就用呢個免稅承諾成功揾到銀行借咗1億美金去翻新酒店，最後變身成為金碧輝煌嘅 Grand Hyatt 啦。有咗籌碼，跟住落嚟嘅就係心態嘅較量。特朗普就話啦 ：The worst thing you can possibly do in a deal is seems desperate to make it. That makes the other guy smell blood, and then you are dead。意思即係話喺交易入邊最大鑊嘅嘢就係你表現得好渴望可以達成成交，咁樣會令到對手聞到血腥味，跟住你就死梗啦。喺1985年，特朗普睇中佛羅里達州棕櫚灘嘅超級豪宅海湖莊園，原本掛牌價係2000萬美金，特朗普開價500萬美金，業主啊梗係拒絕啦。但係特朗普咧就冇心急，佢冇表現出我非買不可嘅態度。相反，佢透過第三方靜靜雞買低咗前面嗰塊海灘地皮，然之後佢就對外放風話佢準備喺嗰塊地皮上面起一棟核突嘅大廈，完全擋住呢一個無敵嘅海景。而呢一招令到其他潛在買家全部卻步，業主見到冇人接手，開始心急啦。最後特朗普以大約1000萬美金連家私嘅價錢買入莊園，足足平咗一半啊！喺香港嘅職場或者商場入邊，好多人都會一見到心儀嘅工或者遇到大客就會雙眼發光，表現得好卑微。當你表現出 desperate， 對方就會聞到嗰陣血腥味，知道可以盡情壓榨你。記住，無論你內心幾咁想要，表面上都要保持冷靜。當你表現出隨時可以走開嘅態度，對方反而會更加重視你啊！當你隱藏好自己嘅底牌，就係時候主動出擊，睇下特朗普會點做啦。佢就話 ：My style of deal making is quite simple and quite straightforward. I aim very high, and then I just keep pushing and pushing and pushing to get what I am after. 意思就係佢做交易嘅風格好簡單直接，佢將個目標定到好高，然之後就不斷推、不斷推、不斷推，直至佢得到佢想要嘅嘢。特朗普喺書入邊提到一個細節嘅，即使咧一個只係值幾千蚊美金嘅工程項目，如果佢覺得承辦商收到咗錢，佢都會親自打電話去嘈。有人問佢為咗幾千蚊使唔使咁勞氣啊？佢就話：如果有一日我連打個2毫子嘅電話去慳翻1萬蚊都做唔到，嗰日就係我執笠嘅時候啦。
佢嘅談判策略就係錨定效應嘅極致運用，一開始開個極高或者極低嘅價錢，然後就死咬住唔放，不斷施加壓力。就好似喺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宮之後，一開波就威脅中國徵收145% 嘅關稅，而對加拿大同墨西哥就徵收25% 嘅關稅。佢一開始就開出一個極端嘅條件，為之後做嘅談判爭取最大嘅讓步空間。香港人好多時就太過客氣啦，開價嗰陣已經幫對方諗埋，如果我開得太高，佢會唔會覺得我獅子開大口呢？結果一開始就係開個底價，對方再壓一壓，你就連肉都冇得食。下次談判，試下將你心目中理想嘅價錢再提高20-30% 作為開價，預留空間俾對方還價啦。講到呢度，可能你會覺得，喂，特朗普嘅談判手法好霸道喎。但係其實真正頂級嘅交易者係好清楚點樣令對方都覺得自己有着數，呢個就係第4個名句啦。Deals work best when each side gets something it wants from the others。意思就係話，當雙方都能夠喺對方身上得到自己想要嘅嘢嘅時候，交易就係最成功噶啦。翻轉頭講翻頭先嘅酒店項目，特朗普雖然搞掂咗紐約市政府嘅免稅優惠，但佢依然冇酒店管理經驗，銀行唔肯借錢俾佢。於是佢就揾咗當時想打入紐約市場嘅君悅酒店合作。特朗普有地皮，有政府關係，又有免稅優惠，而君悅酒店就有頂級嘅酒店管理經驗，有品牌效應，雙方一拍即合，各取所需。而 Grand Hyatt 就成功喺紐約市中心建立咗旗艦店，而特朗普就借住佢嘅名氣，成功攞到1億美金貸款，呢個項目最終大獲成功啊！特朗普後來將自己一半嘅股份以1.42億美金買翻俾 Grand Hyatt，賺到笑啊！其實談判嘅最高境界唔係我贏你輸，而係做大個餅。當你同客傾生意，如果價錢真係企硬冇得減，試下諗下有冇其他嘢可以俾到對方，例如提供更加長嘅保養期、額外嘅增值服務等等，揾出雙方都可以共同利益嘅嘢，將對立嘅關係變成合作解決問題嘅夥伴關係。總結一下今日嘅談判秘笈：第一就係揾出籌碼槓桿，了解對方嘅痛點；第二就絕不露底啊，保持隨時可以行開嘅底氣；第三企硬推到底，開價要高，寸金必爭啊；第四就係製造雙贏，各取所需，做大個餅。當你掌握咗呢4招，你又喺談判台上面就唔會再係嗰個俾人任人魚肉嘅小綿羊啦。但係當你學識咗諗大啲，又學識咗點樣談判，係咪就代表你可以百戰百勝呢？絕對唔係。事實上，特朗普喺1990年代初經歷過一次極其慘痛嘅滑鐵盧，差啲連底褲都輸埋啊！下一集亦都係呢個系列嘅最後一集，我哋會深入討論交易的藝術入邊最核心嘅風險管理哲學。點解次次買股票一買就跌，一放就升？點解人哋創業賺大錢，自己就一塌糊塗呢？記得之前講過，特朗普教人大膽思考去包裝自己，喺談判桌上面揾到籌碼。但係如果一味淨係識得衝，你遲早會遇到致命嘅打擊。今日我哋嚟到交易的藝術深度解讀系列嘅最後一集，我哋會探討特朗普嘅最核心，亦都係最容易俾人忽略嘅哲學——風險管理啦。我哋先嚟聽下特朗普嘅全書最經典嘅一句投資金句。Protect the downside and the upside will take care of itself。即係話，只要保住條底線，利潤就自然會照顧好自己噶啦。特朗普第一個真正參與嘅大 project 就係位於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嘅 Smithton Village 屋苑。當時呢個屋苑有1200個單位，但因為管理不善，2/3都係吉嘅。佢老豆用咗大概570萬美金買咗呢個屋苑。佢哋冇盲目樂觀，而係做足風險管理，確保極低嘅負債率，然後投入大概80萬美元就去翻身啦。最壞嘅情況會係咩呢？就係租唔出啦。但因為佢係買入價夠平，負債率夠低，所以就算租唔出都唔會即刻破產。結果佢哋成功將出租率推到 100%， 最後穩賺大概100萬美金離場。投資同埋創業都千祈唔好抱住 all in 嘅心態。特朗普教我哋投資前第一條要問自己嘅問題，並唔係我可以賺幾多，而係全軍覆沒嘅話，我承唔承受得起？保住你嘅 downside先至有資格講賺錢啊！有咗保底嘅心態，跟住落嚟就係要克服人性嘅最大弱點 FOMO 錯失恐懼症。呢度咧就帶出第二個名句啦。
Sometimes your best investments are the one you don't make。即係話有時候你最好嘅投資就係嗰啲你冇做嘅投資啦。喺1980年代，特朗普名氣如日中天，每日都有無數嘅人排住隊，攞住各種必賺嘅項目去揾佢投資，由買油井、買金礦，去到各種奇奇怪怪嘅科技公司都有。但特朗普拒絕咗大部分嘅提議，點解呢？其實就係因為佢好清楚自己嘅能力，佢寧願錯過一啲可能賺大錢嘅機會，都唔願意將資金投入去自己唔了解嘅項目入面。記住，喺投資世界入邊，唔輸錢已經贏咗一半人。當你遇到一個你完全唔了解或者覺得好得滯唔似真嘅機會嗰陣，就要學識忍手。錯過咗賺錢嘅機會唔會死，但盲目投資輸晒啲本金，你就連翻身嘅機會都冇啊！除咗要識得忍手，你仲要學識分散風險。特朗普就話啦 ，I never get too attached to one deal or one approach. For starters,I keep a lot of balls in the air because most deals fall out, no matter how promising they seem at first。即係話，我從來唔會對一單交易或者一個方法太過執着。一開始，無論睇落有幾有希望都好，我都會由得佢飄，因為大部分交易最後都會告吹啊。特朗普喺發展地產事業嗰陣，從來唔會將所有希望寄託喺一個項目上面，佢會同時睇緊10幾個地盤，同幾十個潛在合作夥伴傾緊偈。因為佢知道商業世界充滿變數，如果你將所有時間同資源 all in 喺一個項目入邊，一旦失敗，你就會一無所有。呢個道理對香港嘅打工仔同創業者同樣適用。如果你係打工仔，唔好將所有希望寄託喺一間公司或者一個老細身上面，你應該發展多重收入來源或者持續進修。如果你係做生意嘅，唔好淨係依賴一個大客或者單一嘅供應商。當你手上面有足夠多嘅波喺盤控，跌咗一個，其實你仲有其他選擇噶嘛。最後我哋要講一個極其重要嘅反面教材，當你違背咗風險管理嘅原則，後果可以有幾嚴重呢？特朗普就話啦 ，You can't con people, at least not for long. You can create excitement, you can do wonderful promotion, but if you don't deliver the goods, people will eventually catch on。即係話你唔可以呃人，因為你呃唔到幾耐。你可以製造興奮嘅時刻，做精彩嘅宣傳，但如果你交唔出真材實料，人哋最終都會發現啊。喺80年代尾，特朗普嘅野心非常之大，佢喺大西洋城收購咗未完工嘅泰姬陵賭場，為咗籌集資金，佢違背咗自己保住底線嘅原則，發行咗高達6.75億美金嘅垃圾債券，利息高達驚人嘅14%啊！當時有金融分析師就警告，泰姬陵每日需要贏超過100萬美金先至可以打平營運成本同埋利息，其實根本冇可能做到㗎。特朗普咧就唔單止唔聽啦，仲發脾氣要求炒咗呢個分析師。結果喺90年4月賭場開幕嘅時候，短短幾個月就無法償還債務利息。去到91年，特朗普嘅賭場帝國背負住接近30億美金嘅龐大債務，最終走向破產保護啊！呢個慘痛嘅教訓亦都證明咗，無論你嘅行銷有幾勁，包裝有幾靚，如果項目嘅基本面唔得，最終都係會爆煲㗎。總結一下今日嘅風險管理秘笈啦。第一個，一定要保住底線，投資之前就要諗最壞嘅情況。第二就係學識忍手，克服 FOMO，唔熟唔做啊。三呢就係分散風險，準備 Plan B， 擁有多重選擇。而最後就係你要有真材實料，包裝幾好，基本面先係王道啊！多謝大家睇到最尾。其實交易藝術呢本書唔單止係一本商業指南，更加係一本深刻嘅人性教科書。由諗大啲、揾籌碼，以至保住底線，對於你嘅人生甚至係做生意都係有莫大嘅幫助。希望短短3集可以幫助到你喺香港呢個充滿挑戰嘅環境入邊，建立屬於你自己嘅交易藝術。贏得漂亮啊！如果你中意呢個系列，記得俾個 like、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留言分享你最深刻嘅一句名句啦。記得留言話我知你嘅 boss mind 啦。下本書見，拜拜。